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，每个人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意义。然而，真正能够改变一个人命运的，往往不是外在环境的变化，而是内在思维方式的转变。从古至今，无数人透过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实现了从平凡到卓越的蜕变。这篇文章将以第三者的视角，讲述思维方式对人生轨迹的深远影响，以及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思维方式的力量。思维方式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、分析与应对方式，决定了他如何看待问题、处理困难和抓住机会。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 （Carol Dweck） 提出了固定型思维与成长型思维的概念，对此做出了深刻的阐释。固定型思维者往往相信能力是固定不变的，他们害怕失败，因为认为失败会暴露自身的不足，因此更倾向于避免挑战。与之相对，成长型思维者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而提升。他们将失败视为学习的契机，勇于面对困难，并从中汲取经验。举例来说，有一位名叫阿明的年轻人，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小镇。他的朋友大多认为，生于贫穷意味着一辈子都难以翻身。然而，阿明的思维方式不同。他认为，虽然出生环境无法选择，但未来的生活是由自己的选择与行动决定的。正是这种成长型思维，使他勇敢尝试新事物，积极学习，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阿明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情绪和态度，还直接塑造了他的人生选择与行为。固定型思维让人止步于恐惧与自我设限，而成长型思维则能让人超越局限，勇敢追寻梦想。改变思维的关键：觉察与突破。改变思维方式的第一步是觉察自己的思维模式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行为，其实是思维习惯的自然延伸。当一个人面临挑战时，心中的第一反应往往能透露他的思维倾向。例如，当听到这个任务太难了这样的想法时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认为它难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克服困难？觉察到这些限制性的思维模式，便是改变的起点。突破固有思维需要勇气和行动力。以一位名叫丽娜的教师为例，她曾经认为自己的学生中有些人天生不善于数学，因此放弃对这些学生的过多投入。然而，一次教育研讨会改变了她的观点。她了解到，数学能力并非天生，而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努力提升。于是，他改变了教学策略，并积极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解题方式。结果，班级中那些原本被认为不擅长数学的学生开始展现出显著进步。丽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改变思维方式的关键在于挑战旧有观念，尝试新的可能性。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他的教学方法，也改变了学生们的人生轨迹。此外，觉察与突破并不仅仅适用于教育或职场，它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夫妻之间的沟通困境、朋友之间的误解，甚至个人在健康管理上的拖延问题，往往都源自于固定的思维框架。如果能觉察到这些模式，并尝试新的思考与行动方式，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从问题到机会，重新定义挑战。人们往往将困难视为负面的存在，但实际上，困难也是一种隐藏的机会。将问题重新定义为机会，是改变思维方式的重要一步。例如，当某个员工面临被降职的危机时，他可能选择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：一种是消极的，认为自己不被认可，从此自怨自艾；另一种则是积极的，认为这是一次重新审视自我与寻找新方向的机会。如果这名员工采取第二种思维，他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升技能，甚至开启全新的职业生涯。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自于体育领域。迈克尔·乔丹 （Michael Jordan） 被誉为篮球界的传奇人物。然而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在高中时曾因未能入选校队而深受打击。这本可以是一个让他选择放弃的时刻，但乔丹将这次失败重新定义为一种激励。他告诉自己：我要变得更好。从此，他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训练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挑战与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他们。正如一句名言所说，成功往往藏在失败的背后，
当我们学会将问题视为成长的机会，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可能成为通往成功的阶梯。习惯的培养，持续塑造积极思维。改变思维方式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习惯培养来实现。以下是一些实践的策略：一、每日反思，每天花几分钟反思当日的经历，问自己今天我面临了哪些挑战，我学到了什么。这种习惯能帮助个人养成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。二、阅读与学习，书籍和学习资源能拓展视野，帮助我们了解其他人的经历与思维方式。读一本关于成功人士的传记，往往能激发我们改变自己思维的动力。三、感恩练习，每天列出3件值得感恩的事情，能让我们更专注于生活中的积极面，从而形成正向的思维回路。四、扩展舒适圈，尝试新事物，不断挑战自我，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固有的思维框架，发现更多可能性。五、建立支持系统，与积极乐观的人交往，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转变思维方式。正如一句名言所说，你是你周围5个人平均的总和。六、制定实践计划，将改变思维的愿景分解为具体的行动目标，并坚持执行。这样的计划性行动能帮助我们逐渐养成新的思维模式，并使之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改变人生轨迹的故事，在这里，我们不妨以一位名叫马丁的青年的故事作为结尾。他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，因家庭负债不得不辍学，从此对未来感到迷茫。然而，在一次偶然的社区讲座中，他听到一位创业家的故事，那位创业者也是从低谷中崛起的。受此启发，马丁开始思考，我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先从小生意起步，学习如何与客户打交道，如何管理财务，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创造价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不仅学到了技能，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。他的座右铭从这不可能变成了我还能尝试什么。几年后，他不仅还清了家庭债务，还创立了一家成功的公司，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马丁的故事证明思维方式的力量。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就像指引人生的罗盘，决定了他的航向。而当我们学会调整这个罗盘时，命运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。结语：改变思维方式，改变人生轨迹，这是一个强调内在力量的过程。外在环境的影响固然重要，但内在的思维转变才是真正的突破口。每个人都有能力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模式，找到更积极、更有效的行动方式。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，思想有多远，你就能走多远。只要我们愿意尝试，人生的轨迹便将随之而变得更加光明。